我真係好感恩，因為啲舞蹈班嘅導師呢，將好多時間奉獻俾教會，俾啲兄弟姊妹呢。所以今日我代表成個我哋嘅堂區呢，特別多謝我哋堂區嘅所有嘅舞蹈班嘅導師同埋主日學嘅導師。我哋一齊繼續落嚟㗎，天主保佑大家，天主保佑。多謝非常嘅。我哋而家有請新教友蘇建強師弟兄為我哋分享。湯書記、潘神父、各位舞蹈班嘅導師、各位陪談員及各位教友，我係 Patrick 蘇建強，2023年至2025年舞蹈班嘅學員。今天成為一位基督徒係一件難忘及喜悅嘅事。2年嘅舞蹈班有什麼得着呢？喺課堂上，讓我認識到耶穌基督嘅奧蹟、慈愛及大能，相信基督是天主嘅兒子，是一位救主，更加相信成為基督嘅信徒係可以赦免我嘅罪，並且可以得到永生。喺過去2年當中，喺生活上、工作上或者健康上遇到問題嘅時候，會藉着禱告與天主溝通，感覺天主係一位心靈導師，有時候會得到天主嘅一些啟示或者指引，幫助我加強自信去解決疑難，又或者係面對一些煩惱不安、情緒低落嘅時候，會重念天主經，去令自己平復心情。特別係天主經嘅最後2句，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，但救我們免於兇惡。感到天主嘅慈愛與力量，與主同在係蒙福的。天主係會令你心神安靜，心靈平安。最後成為教徒之後，要守瞻禮主日，參加彌撒、領聖體，多參與侍奉教會嘅事務。分享完畢。